你看看你，咦，别哭了，宝宝，你哄哄他吧。好了，别哭了，行不行？他就买一个东西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妮子他能把我气死。看李凤们，看看买的啥包家用，你没看看，就这样一个那种包花多少钱？你说这两个家庭的养气不能，你不叫他疼死吗？都这个样，这宝宝疼成啥样子了？耶，这么贵一个包咋弄？你说这啊，这慢下来，退出去。你慢下来，我跟你说。你说买个这样的包那贵，你说这咋能叫人宝宝疼成啥样子？我跟你说，成你退了啦，你退了就这么着。这个都退不了了，不管退。耶，不管退，这小宝这一关都过不去，你说这咋弄？我的钱没有花，你的钱你要吧？那没有花他的钱，他也心疼。这宝宝逼到，看看气的咋弄着？看叫气的，你说你不退咋弄？耶，这叫宝宝气的咋过？你别气了，怎么着？我给他说让他退了去，你马上给我退了。退不了，你给宝宝让宝宝背呗。